桃园市立病院要起伫八底厝的小李，有民意代表是真烦恼，讲病院起好会影响到附近的交通，恐惊会愈塞车。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已经有规划城中快线，卖来开新的另外道路来消透交通。桃园市六都废弃无市立病院的合市，政府规划伫八条小李公园设市立病院。顶礼拜已经接到卫福部原则同意。在地居民大部分乐观其成，毋过机关烦恼，病院成立了后，大量来看病，真车进入，恐惊冲击当地交通。这边大医院比较少，都诊所比较多啊。那以后会担心塞车吗？不会啦，所以以后要改市县道了啦。方便啊，你其他地方要跑到中立、那桃园那边去很远的，这边比较近的，对老百姓、老人的很好。卫生局表示，选择八条设市立病院，主要是遮无大型的病院。小李公园伫南北桃园交界，因服务周边中立、平镇、大溪、龙潭、复兴等真济行政区，包含150万个市民。佮话未来结婚绿线至29站，交通方便。院区的出入口也纳入了交通的影响评估，同时也并规划了公车、计程车及富康巴士的停靠站。此外，也规划由绿线 G29站的地下室直接通到医院。连外道路的规划，城中快速道路路廊会行经大园到大溪等区域，然后串联国一、国二、国三、台6等高快速道路。目前桃园市立病院规划一般急性病床499床，特殊病床250床，提供24小时急诊服务，打造特色医学中心，附有甲高龄照护，也结合医用合批甲智慧照护等照机构，按算至2033年完工营运。针对交通疏分，也规划新开城中快速道路连外等配套，减少车流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